哇呀，阿班真嘅係非常嘅用心哦！唔單止呢，帶啲阿娘強下嚟表數，係一步一步嘅嚟教佢，雖然要用版形數，將做啲數到較強烈。當然可能做個帶下啦，又係講對呢後背，又係講從你們帶下嘅表落角，就唔會特別注意到。本來哦，想愛懶事嘅阿娘唔想愛做咧。佢阿媽呢，就帶佢阿娘去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落去表述到強強烈烈。其實啦，一個家庭真係係大家嘅節日，唔係一生人哋嘅表述表到哦，很巧有阿娘去。佢家下嘅對話當中，真係用到呢條詞彙，人哋強下來看一下。客家話桌誒，桌誒，那華語的意思呢是桌子，桌子。客語呢，客家話碰釘，碰釘；華語呢是沙發，沙發；客家話出，出；華語呢是擦拭，擦拭；客家話掃地奶，掃地奶；華語呢是掃地，掃地。我夫妻出作嘅同燈呢，我夫妻出作嘅同燈呢，唔變做得講，我夫妻出作嘅老燈呢，我夫妻出作嘅老燈呢。那華語的意思呢是，我負責擦桌子和椅子，我負責擦桌子和椅子。你夫妻掃地奶。你負責掃地奶，華語的意思呢是你負責掃地，你負責掃地。你負責出碰燈，你負責出碰燈。你負責擦沙發，你負責擦沙發。